迎大家一齊提高歌。我哋去深圳兒童探索館，有好多嘢玩㗎。跟住我哋嘅鏡頭嚟啦！呢度位於深圳景田站 B 出口。如果搭的士福田口岸搭18分鐘。第一個部分係自然世界，可以認識唔同嘅植物、地理、昆蟲等等。第二個部分就係活力城市，小朋友可以着上制服，體驗城市唔同嘅職業。第三個部分係水的故事，有隻漁船俾大家上去體驗出海捕魚。另外1樓同2樓都有2個玩水區。第四個部分就係我的身體，大家可以探索唔同嘅器官，走入去腸道，甚至乎係鼻哥窿，又可以去鍛煉身體。第5個部分就係寶寶世界啦。呢度有好多嘢玩嘅，可以一邊玩一邊學習㗎，冇玩。跌咗個手帶就可以用個免費嘅 locker 啦。呢個部分就係自然世界啦。唔該，如果你有浪去紅樹林度，跟住咧喺岸邊嗰啲屋企就會感覺唔到，因為咧有紅樹林保護咯。OK， 唔該，你想唔想睇紅樹林嘅跟係點啊？過嚟睇，我哋而家入紅樹林啦。你而家就係紅樹林下面嗰啲蟹仔啦，你喺個水底裏面游下嘅魚仔啊，因為裏面有好多單寧酸。佢話如果用刀嘅話，去切啲樹嘅話會好唔食，所以係叫紅樹。睇完紅樹就去咗1樓嘅玩水區，呢度嘅設備有埋雨褸同埋風筒，大家就可以盡情探索啦。跟住就去咗睇昆蟲標本。昆蟲呢係有頭、胸、腹3個部分。有呢3個部分，又有3對腳嘅呢，就係昆蟲啦。媽媽，送俾你啦，送俾你。用咗幾多個滑輪啊？2個啊，跟住咧就可以拉呢條繩上去咯。我哋而家上2樓睇啦，我哋要做出海捕魚嘅人。呢個負責教船啲，呢個負責教船。船上面有駕駛室，可以喺度扮船長喎。你哋可以探索身體嘅唔同部分啊！睇下。我哋而家就係去食物啦，準備俾人咬啊！俾人食啦，救命啊！咬完就係胃先就係綠色啦，跟住咧就係小腸，小腸完就係大腸啦。我哋而家去到小腸啦，而家最後就係 poopy 啦。我哋係 poopy 啦，我哋個鼻哥裏面有鼻毛嘅作用，就係咧負責黐住啲塵啊，我係塵啊！啊！救命啊！咁就唔會吸到肺啦。媽咪，你青蛙，我係青蛙咁遠。過啊嘛！哇！你有青蛙咁遠喎，係貓啊！我爬上去個山頂上面，見到珠穆朗瑪峰啦，可以隨時落嚟啦，大家。知珠穆朗瑪峰有幾高啊？海拔8848米。有個大型攀爬架。彈得咁高嘅？我唔得。哥哥同你唔可以一齊分開嘅。過嚟過嚟。阿媽媽，我試下上最頂啦，好嘛？跟住落翻嚟啊！喂，媽咪影住我哋。擒上先。呢個窿太細啦，媽咪唔跟你哋落去啦吓。哥哥你保護妹妹啊 ？OK。佢老包屎啊！幫我保護妹妹啊！咁而家要踩背脊啦吓，踩背脊。踩背脊，因為太高，太高，背脊。
你入去啊！哥哥咧 ？Hello。我哋係建築啊！go go go！ 攞嘢啦，妹妹，有嘢嚟啦！我點樣落返嚟啊？我幫佢有 BB 沖個涼啊，幫佢沖個肚腩仔，幫佢沖個背脊，幫佢沖兩隻嘢。照完 X 光啊，你有3隻蛋蛋喎。我會做消防員。哥哥而家喺個升降台上面控制救火啊！路人嘅地點着火，我哋而家要救火。今日真係好忙啊！點解咧？有好多客人。我嗌嘅嘢食咁耐都未嚟㗎。1993號請到櫃台取。1993號請到櫃台取。你等真係唔好意思啦，真係免費嘅，真係2樓嘅環社區。我跟住啲漩渦落咗去啊，好似個水龍捲咁啊！10分滿分，呢度有幾多分好玩？呢度有10分，我推薦大家去呢度玩，好好玩啊！跟住水嗰度搞到成衫都係濕晒，有風筒俾大家吹嘅，只係唔夠時間咋。同埋大家可以咧預備定一件衫咯，咁樣咯。萬一咧真係成身濕晒咁咯，同埋有雨褸㗎，之後。